睇翻呢以前樂壇成功嘅例子啦，成功嘅歌手們呢總係有自己獨特嘅個性噶，唔會咧任人支配啦，好似機械人一樣嘅。內地呢幾年呢，尤其咧就出現咗好多呢一類嘅歌手啦，成為咗咧就係萬千嘅樂迷們啊，青少年嘅偶像。其中嘅一個咧，肯定咧要數到佢啦。咁最近咧收到佢嘅呢一張迷你嘅專輯啊，係佢自己咧獨立企劃嘅。呢一張專輯咧名稱叫做《少年中國》啊，其實裏邊咧有6首歌曲啦，可以話係一張 EP 碟嚟噶。佢自己咧放咗好多自己嘅概念啊、意思啊，就係落去呢一張嘅唱片當中噶。啊，成張唱片嘅感覺咧，其實今次咧係幾中國嘅味道嘅。譬如以下嘅呢一首歌曲啊，佢又話到咧，其實咧係參與咧錄製奧運歌曲嘅時候咧產生嘅一個諗法嚟噶，就諗住咧創作一首歌，主題咧係咁嘅：少年強則國家強。就係咁啦，同填詞嘅朋友去諗一諗啊，點可以作到呢一個題材出嚟呢？於是咧就產生咗以下嘅呢一首歌。主唱嘅朋友係佢名叫做李宇春。既然呢，佢係好多啦中國內地啦年青朋友嘅偶像啦，佢嘅一啲行為舉止啊，佢嘅歌曲內容啊，對於咧年青嘅朋友影響咧都會幾大，咁所以好開心啦，可以聽到佢呢一類嘅作品呢，係非常勵志、非常積極、好正面嘅歌詞。呢一首歌曲咧可以話有少少嘅中西合璧啦，同佢哋咧原本諗出嚟嘅概念咧係差唔多噶。佢都會覺得咧，而家新時代嘅青少年咧接受咗咧大量嘅外來文化，但係中國嘅文化咧仍然咧係我哋嘅根，好好咧應該去珍惜同埋愛護佢嘅。屬於李宇春啊，佢自己咧最近推出嘅呢一張啊係 EP 碟裏邊有呢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少年中國》。成張唱片啊，無論咧喺設計方面啊，甚至咧歌曲嘅內容風格咧，其實都幾咧中國化噶。除咗有少年中國之外，仲有呢一首秀才胡同。清明的風吹綠了你的胡同，梨花那是那胡同花月如夢。我自己咧聽李宇春嘅呢一張 EP 嘅專輯咧，特別有一個諗法咧，就發現咧李宇春咧同周杰倫咧幾多方面咧幾相似噶。喺音樂方面咧，好有自己嘅諗法啦，好有自己嘅創作力啦、爆炸力啦，甚至咯呢一張專輯裏邊咧，其中嘅3首 MV 咧，都係咧由李宇春咧自己咧去執導噶。包括咗呢一首歌啊，歌名叫做咧秀才胡同嘅，咁屬於咧李宇春啊全新嘅作品啦。以下呢一首歌曲咧，其實咧就係喺李宇春咧上年嘅時間咧，全國嘅演出當中咧已經出現過啦嘛，喺樂迷面前咧唱過呢一首歌。咁啊唱完之後咧，好多朋友喺網上面都會討論咧啊，呢一首歌嘅歌名真係好特別可以有好多嘅幻想空間俾大家去諗一諗。歌名叫做我是你的交叉交叉或者 XX， 究竟 XX 代表什麼呢？據李宇春自己所講呢，可以代表任何你喜歡嘅物件同埋東西啊。是你的叉叉，在你需要時陪你說話，在你需要時學會裝聾作啞，因為我不是你的他，只是你的叉叉，我的問題你不用回答。平時咧，李宇春俾我哋嘅感覺咧係幾中性化噶，成張專輯裏邊咧，相信咧最女性化應該係呢一首歌啦，係幾溫柔咧，係幾可愛嘅感覺啊！我是你的叉叉，我是你的叉叉。星期一至五晚上7點到8點，香港電台第2台，大陸新角度。國風國風帶你飛越神州，爆接送。國風國風將資訊都帶動。國風國風潮流已開始吹動，每一秒都是國風國風。啦啦啦啦。
今晚咧，國風咧介紹嘅呢一張專輯咧就係屬於李宇春嘅《少年中國》啊。喺呢一張 EP 嘅專輯裏邊呢，有一啲嘅歌曲咧係幾有畫面嘅感覺噶，譬如以下呢一首歌啊。報告，你怎麼上課又遲到？考試還不及格，給我站到外邊去！呢一首歌曲咧，歌名咧叫做《差生》啊，其實咧就係要獻俾咧所有嘅所謂喺讀書方面啊比較差嘅朋友，又或者咧正在處在喺逆境當中嘅朋友，千祈唔好因為咧其他人嘅眼光啦、白眼咧而放棄自己嘅夢想，要繼續為自己嘅人生努力奮鬥。聽下李宇春嘅《差生》。看着黑板上不解的想法，嘲笑我怎麼就這樣，哦，傻傻的模樣。成張唱片咧，少年中國嘅專輯咧，基本上咧，所有嘅歌曲咧都係咧幾商業化啦，幾容易聽嘅，而且咧歌詞嘅內容咧都係幾積極向上嘅。譬如嘅呢一首歌曲啊，歌名叫做《差生》啊，就係勉勵咧而家正在處在喺逆境嘅朋友啦，可以咧繼續努力啦，繼續奮鬥，唔怕咧面前嘅艱難嘅。咁啊，講到咧咁多首歌當中咧，最商業化嘅一首歌咧，我想應該係以下呢一首啦。呢一首歌曲咧，相信咧紅嘅潛質都係最高噶，有晒所有咧潮流嘅元素咧喺呢一首歌當中嘅。城市牽掛，享受一起的代價，輪迴去尋他，相遇桃樹下。自然緩緩輕聲和音容笑